今仔是汉光演习的第4天，伫八里的海边仔进行反定六的操演，模拟敌军定六，咱的国军成功把敌人赶走。也毋过嘛，因为风台取消海上兵力甲部分空中兵力的演练。今仔早起，总统蔡英文嘛到现场视察。接着是敌军的 AAV 外两车突击车向八里海堡发起进攻。敌方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自空中向地面的防守部队来进行火力攻击。面对着敌人登陆，守备的国军随着增援发起反击。在M大暗砍之下，守军人员自分把驾车走出来，发起地面进攻。M60的三阵车提供着长距离的火力来打击敌人。陆军航特部攻击直升机进场，对敌军来做最后的火力扫动。汉光39号演习第4天，伫八里海堡来进行着反登陆操演。因为风台所有取消海上兵力，也有部分的空中兵力。总统蔡英文嘛亲身来视导着阻决设施，也有地限。今天我们的两岸的情势，或是我面对的军事威胁，都非常的清楚。我们会尽全力来防卫国家。透过这些演习啊，我们更有信心，对于这个守护乡里或防卫国家啊，我们官兵都会全力以赴。汉光演习连续2年重点拢放伫咱北部，这嘛显示着咱方研判，若是台海真正发生着冲突，强军上有机会，就是有可能会直接来攻击着咱台北的政治也有军事中心。以上是记者欧芬良、贾振林伫新北八里采访报道。